師兄好，師兄好，大家好。大家好。師兄有一個問題想問一問咧，所有教咧都係教人為善嘅，咁實際天主教、基督教、佛教咁有咩分別啊？冇錯，我同意師兄你嘅講法。所有嘅宗教咧喺初基層入門嘅時候咧，都係教人為善嘅。但係如果我哋深入啲睇一睇咧，人類嘅宗教咧可以分做兩大類。哦，邊兩大類咧先？一類宗教咧係叫做有醫嘅宗教，另外咧叫做無醫嘅宗教。可唔可以解釋有醫同無醫咧先？好啊，有醫嘅宗教咧就係依賴一個外力，無論我哋稱呢個外力做神或者上帝或者係天主或者阿拉，要靠呢個外力嘅呢個力量咧，先至能夠令到人有個解脫。人自己係冇辦法解脫嘅。哦，咁樣，咁佛教同佢有咩唔同啊？冇錯，呢個神教主義咧就係話人係冇嗰個智慧同埋力量能夠自我解脫。佛教就唔同意呢種基本教義啦。佛教咧係要發掘每個人自己嘅覺性，自力更生，然後尋求個人同埋大眾嘅解脫。換句話講咧，佢係唔再依賴一個外力，無論呢個外力咧係神或者人，佢係依嗰個法。師兄，你講咁講啊，但係我發覺唔係喎，好似去每一間廟宇都係啲人都係拜神拜佛嘅喎，似乎都好似係有醫喎。冇錯啊！而家時下嘅風氣咧，將正信無醫嘅佛教咧，淪落到咧成為一個有醫嘅民間信仰啦。哦，咁樣，咁有醫同無醫咁有分別啦。但係點解啲人咧多數都係信有醫嘅咧？係啊，師兄，時下我哋睇得人類咧，多數都係比較崇尚有醫嘅宗教神教主義為多，而信佛教無醫宗教咧係少數嘅。哦，咁樣，咁可唔可以點解釋下點解會有咁嘅來源咧？係啊，因為咧有醫同無醫咧，純粹咧係一個人類嘅思維模式嘅問題。如果我哋嗰個思維模式係基於一個有限嘅心理嘅時候咧，有限就變咗有始有終，所以一定咧係依賴一個創造神，到後來咧就有一個毀滅嘅。而無醫嘅咧嘅宗教咧係基於咧一個無限嘅心理，呢個係有限心理同無限心理嘅對比啊！哦，咁似乎話有限無限都幾複雜嘅喎。咁如果我想即係了解多啲，應該點樣去睇咧？係啊，呢個有限心理同無限心理咧，係代表我哋人嘅思維模式嘅嗰個心量有幾大。喺我哋知覺學院嘅第4課課程形而上學第1課咧，係有詳細嘅解釋如何打開心量。剛才師兄討論到為什麼要學佛教同神教嘅分別咧，喺第2課亦都有詳細嘅報導。所以咧，希望大家各位觀眾多啲遊覽我哋嘅網頁 www.awe-edu.com。多謝師兄。多謝師兄。多謝各位收睇。